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是伫圣神降临节的主日，咱三角做伙来思考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，以及第2章第1节到13节的这段记事。顶礼拜咱对第1章已经学习到，耶稣要上天之前，有甲伊的学生交代。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着听候爸所应允的，就是耶稣捌对因所讲过。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，独恁阁无几日，要伫圣神受洗。这就是耶稣对门徒所吩咐，也是清楚。互因明白，爸上帝所应允的，是要互因领受圣神。然后第1章第8节，阁特别交代，领受圣神了后，要做啥物代志？伊讲，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才能，阁伫耶路撒冷、变犹大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简单讲，遮个学生、耶稣的门徒、初代教会的使徒，因受吩咐留伫耶路撒冷，要领受圣神，就是要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今仔咱所读经文第2章清清楚楚，安尼甲咱提醒，伫五旬节。咱知影即个节期五旬就是50的意思，所以伫咧搬过节了后，经验着除假节、无假节，然后进到初七的节期，就了后七个安息日749了后迄天。加节就是50，伫五旬节，因要领受对圣神洗礼，经验着奇妙的代志。就拄咱今仔所读经文第2节讲到，忽然间天有声，亲像大风在吹，充满因所在规间的厝，亲像风，圣神亲像风，这伫耶稣。甲尼哥底母伫交谈中间，约翰福音第3章，耶稣已经有讲过，圣神亲像风，也伫迄个情景内面，规间厝充满圣神，然后因的子就分开，也因会通互相看见，亲像火的子。简单讲，有火的子。毋是伊的指头着火，是有火的子歇伫逐人的顶面，然后因拢受圣神充满，才开嘴讲别样的开口。别样的腔口是照圣神所赏赐因讲的，然后因所用的腔口就是照着真济出外人。倒转来到耶路撒冷，才会正犹太人因所讲逐所在地方的话，土腔相同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就是表达是一款地面上某一个所在、某一款族群的人的语言。第9节到11节已经甲咱讲到真济款无共款的人群、族群。因所讲的话，然后照着逐人所出世的土腔伫遐所讲的，逐个人误影，因为遮个所有出外人拢知影即阵学生是加利利人的背景，因应该是讲加利利的土腔若定，是安怎会晓讲逐所在的地方的话，然后因用土腔逐所在的腔口。讲啥物话？第11节甲咱讲，
拢听因用咱的腔口来讲上帝的大事，讲起上帝的大事。简单讲，若甲第2章这段记事来表达，就是当圣神充满，亲像风一样，有火焰的籽降落伫逐人的身躯顶，遮的门徒就开始讲，伫遐真侪出外人所带来因迄个所在的土腔地方的话，然后伫遐讲地方的话，要讲啥物话？毋是乒乓家己的咬，毋是伫遐夸口家己有外交讲英语，外交讲德语，外交讲法语，讲到逐款地方的语言，是要讲起上帝的大事啊！讲有关上帝的事，啥物大事？后壁咱就看见彼得开始讲道，甲因交代，甲因宣讲有关耶稣基督死搁活的遮的记事，就拄拄亲像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所甲咱讲的，因伫遐领受圣神，得到才能，即个才能伫语言顶头的表达特别明显，就是有语言的恩赐。然后就开始用这个语言来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，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要伫耶路撒冷、变犹大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简单讲，就是要为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囝。福音的起头来讲起耶稣安怎样为着人来牺牲性命，然后对死人中搁活，然后上天，形成这个基督信仰的群体，成做初代教会新的信仰群体。相对的，甲犹太人迄个时阵的犹太教做中心的信仰群体，甲迄个时阵的圣殿做中心的遮信仰群体有无相款的所在，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名所建立的，伫圣神降落所赏赐，伫即个群体中间开始宣扬耶稣基督名。另外，即咱即马讲基督教，你宣扬耶稣基督的名，基督宗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新教，拢同款，拢做伙宣扬耶稣是基督。是上帝的囝，是咱生命的救主，是历史的主、世界的主。即款的信仰观念，伫初代教会迄个时犹太人并无接受即款的思想，所以啥遮的宗教领袖、圣殿的侪遮的祭司头、经学士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要做伙围雷陷害耶稣、杀死耶稣，甲伊定死计。包括政治顶头希律党，也阁包括亲像彼得岛即款的政客，虽然伊无甲耶稣判死罪，总是互群众来判等于是假，等于是伊拥稳遮的人来顶耶稣，其实嘛是伊去执行，甲耶稣顶死。咱看到伫即款的情景内面，初代教会遮个使徒的时代，因所拄到的，遐犹太人大部分的人拢无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拢无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所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才会将即个上帝的囝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囝，自称是犹太人王，甲伊落罪，然后掠耶稣、定耶稣到伫死。总是生命的主上帝天父，就予伊对死人中搁活，然后显现40日地面上，然后上天。伫上天了后，照时间算就是10日，伫五旬节，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节期，门徒做伙聚集的时阵，领受圣神，甲因三甲斗阵。因充满圣神，有圣神踮伫因身躯顶，甲因三甲伫地，
互因得到才能、运势，有法度来宣讲，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咱后壁的布条啊，就是圣神降临真清楚的记号。咱拢知，要为着主来做见证，有真侪款可能性，至少有2款，一款是行动、性命活出来，拢无讲话，亲像孽撒罗对死人中搁活。伫整个圣经的记载，孽撒罗拢安静无讲话，伊无用语言来表达，总是当伊对死人中搁活，就真找一款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会当互死人搁活，互人对死亡，然后搁活起来，有气力活命，会当继续伫迄个所在。当伊坐伫遐、徛伫遐，当伊甲遐人斗阵的时阵，伊就真做一个活的见证。咱有时中文讲见证、见证。咱看到，总是另外一款的，就是爱用语言的表达，用语言表达来讲起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上帝的大代志、大事啊。有关上帝的大事，伫遮清清楚楚，只甲耶稣基督救赎有关系的遮的侪记载。咱拢知影五旬节真要紧，五旬节对犹太人来讲，就是咧纪念当因伫埃及地做奴隶，上帝甲因拯救，因脱离法老王的统治，离开出埃及。开始往迦南地去行，爱行伫旷野。当因出埃及进入旷野第50日，因就领受上帝所颁布的律法。通过摩西所领受的，上帝就予因成做一个群体，成做以色列族群。真要紧的起头。五旬节伫旧约来讲，是纪念上帝的拯救，抑搁上帝的恩典点伫因中间。真奇妙的，伫上帝的旨意内底，新约的时代，耶稣新的信仰群体，也伫即个时阵五旬节，当所有犹太人拢咧庆祝即个节期。大家倒转来耶路撒冷城，伫遐要来进入圣殿献祭，雕记上帝。遮尔侪犹太人，上帝互圣神伫即个时阵降临伫遮的使徒的身躯顶。耶稣捌伫约翰福音清楚甲学生讲：我若无去，圣神就无来。也较直接讲，应该是耶稣去了后，伊讲我要找圣神来，点伫恁中间，甲恁三角之地。所以咱看去，耶稣上天，然后圣神受差遣落来，三一上帝的概念清清楚楚，爸的应允，要互遮个人领受圣神，圣囝上帝起哩。圣神上帝降临，点伫使徒中间，点伫耶稣基督这福音的使者的中间，互因开始讲起上帝奇妙的作为，甲耶稣基督成做弥赛亚，成做拯救者、救赎者，为着咱众人来牺牲性命、受定、埋葬。落伫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病。这个就是初代教会遮的使徒，无论是彼得也好，包括后壁的保罗，抑搁侪亲像约翰，遮的真侪人伫迄个时代所做的见证。
就是为着耶稣基督死，搁活，上天，甲爸上帝领受上悬的荣耀，为了这一切来做见证。遐个人拢真好奇，看了真戆影，真张图，也毋知这是啥物意思。也有人甲因笑讲因啉酒醉。弟兄兄弟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时刻，伫历史上，伫教会历史上真奇妙的一段时期。若我会通亲像啉酒醉相款，甲英语讲互真溜，甲法语讲互真会通甲人沟通，安尼我嘛甘愿啉酒醉。我逐工就醉生梦死，醉生梦死，我嘛欢喜甘愿。因为通过若亲像啉酒相款，会通甲一款语言讲个好势，安尼嘛是袂歹诶代志。总是咱发觉着咱诶限制，咱若啉真济酒，酒醉嘛无法度讲出即款话啊，无法度讲出咱袂晓诶腔口。伫即个意义顶头，我下面要甲咱分享真要紧诶一个课题：圣神降临伫历史上是一个真特别诶时刻。所以，即阵使徒学生会通领受圣神的恩赐、才能，互因讲起逐款的腔口、土腔、本地话，互遐个人听有，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其实，伫历史上，咱嘛袂真清楚啦。因为虽然咱无法度伫一叠句的中间有大风在吹，然后马上经验到圣神充满，会通咱讲起咱袂晓的语言。总是咱也看见，为着要宣扬福音，为主来做见证，历世历代有侪福音的使者。受上帝差遣，为着福音的使命，为着要互人认捌耶稣基督，因甘愿去学迄个族群的语言，也包括即个中间有迄个少数民族，几千人咧使用语言，嘛有宣教师去甲因宣扬福音，去学因的本地话，也搁捌因的话。替因写做罗马字、白话字，然后会通互因读圣经，翻译圣经互因读。若是亲像华语，这就是本来就有文字的，就真侪宣教师嘛学华语咧宣扬福音。咱伫台湾，宣教师一开始伫台湾，早时拢是学台语较济。我伫新加坡服侍的时阵，我听到遐个宣教师的见证，看到历史册日记，迄个时代英国的宣教师，甲咱台湾南部的宣教历史有关系。就是对英国长老教会差遣宣教师伫亚洲、台湾，包括东南亚、新加坡，也是英国长老教会所差遣的宣教师。所以因遐的宣教师伫新加坡有学福建话，咱讲的台语，学潮州话。因为伫新加坡有真侪潮州人，也阁有一寡宣教师是受指派，爱学马来语，对马来人来讲道，来宣扬福音。早时新加坡有建立马来人的基督教会，咱知影马来语族群的人，因所信的是阿拉，是回教的背景。要互因通过因的语言来认捌耶稣基督，进入信仰群体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我常常伫新加坡甲青年人鼓励：恁若袂晓讲华语，嘛感觉学华语真麻烦，因为因的教育较注重英语，所以青年人、细囝、儿童拢真会讲英语，有时可能真爱笑。阿公阿嬷甲因讲华语，因台语阁听无，福建话阁听无。因爱讲华语，老人讲华语，
囡仔甲因应英语，然后你会看到囡仔甲因应英语了，阿公阿嬷全用真破、真烂、真无顺的英语开始对话，这就是因的实况。阮伫遐的时阵，我有一摆带青年去缅甸宣教。伫迄个短期的宣教中间，我有机会伫缅甸教因的新学生，其中有一个是原住民，因迄个所在叫做傈僳族。傈僳族的宣教历史真早期就开始，迄是真要紧的一段历史。后摆有机会甲咱讲。所以傈僳族真侪人信主，我就真好奇，我甲问即个姊妹，你是哪要进入华人的新人院？用华语做教学的新人院，你呾会无爱去英语？你呾会无爱去恁傈僳族语言的新人院？伊甲我应一句话，伊讲我的呼召，我的负担是要伫华人中间来宣教，要来引带讲华语的族群的人来信耶稣。哇！我听了真感动。我转去新加坡就甲青年讲。人迄缅甸的原住民为着要对华人来宣讲耶稣基督福音，恁敢袂当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要对新加坡的华人宣扬福音，恁甲华语学好，甲华语讲好，毋是因为你是华人，毋是因为你的父母讲华语，是因为你爱带着宣教师的精神，为着做主的干净，对即款族群的人做主的干净，讲起耶稣基督福音，你来学即款语言，安尼刚好。有一个人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安尼讲我会当接受哦。你若讲我做华人一定要讲华语哦，有当时啊是足沉重的啦，足沉重的。总是若是为着信仰的缘故，为着见证福音的缘故，来学一款语言，我就会当考虑看卖咧，甲伊学好好势。各位兄弟，咱知影早时台湾宣教师伫台湾宣教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。我伫即礼拜，佮下礼拜，拢会甲咱讲到马偕，因为今年是马偕过身120周年，伊伫1901年6月2号伫淡水来过身去。咱会当想象，台湾一个宣教师真大的贡献，真要紧。南部、北部拢有足侪要紧。总是伫马偕的记录中间有一个文字留落来，所以咱有时会讲较侪伊的故事。总是遮个宣教师的贡献拢平平重要，因为因为着福音的缘故学台语。咱拢知影马偕是甲即个真侪小朋友，遮个放牛食草。遮个小牧童啊，甲因对话学台语，也伊真骨力拍拼，伫台湾宣教、初教，经过4个月训练，伊就开始对人用台语讲道。我读到一个故事真趣味，甲咱分享，也做一个思考。伊甲伊的第二学生咧对话时，第二学生叫做吴宽裕，宽如。马偕拢叫伊阿如，甲即个吴宽如伫对话中间，即个人真热，伊是擦油擦背景的油擦工人，真皮，常常欺负马偕的头一个学生严清华，拢甲伊笑，也甲伊欺人，因为即个阿华已经信耶稣。然后即个宽如真好奇。即个福州话安怎样对台湾有趣味？到伫阮的所在讲阮的话语，马偕常常的分传单分着10条街，即个宽如就感觉袂歹。内底第5届讲，你着爱友好你的父母，伊感觉讲，这是真好的宗教，才会教示人爱友好父母。
所以伊就开始有趣味，甲马街接触。有一摆伊甲马街对话，咧开讲，马街甲伊问讲：少年诶，你有读册无？款有甲讲有啦，一书仔尔啦，一书仔。马街佫甲问讲：你有读着上帝无？即个款有讲无啊。马街就引用《四书五经》内底所讲着，伊讲孔子有讲交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。你讲无师弟，你讲啥？我听拢无。伊佫讲，明子嘛有讲，虽有恶人斋戒沐浴，即可事上帝。哇！咱敢若现代人咧听遮个四书五经，孔子讲啥，明子讲啥，听甲花洒洒。啥物叫做交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？啥物叫做虽有恶人斋戒沐浴，即可事上帝？头一个孔子讲的事是事方的事。后壁你讲明子，你讲的事是祭祀的事，即两个意思无相款。咱若无经过讲解，讲规半部你嘛听无。咱毋通袂记哩，马街当时是用台语甲阿如交谈讲话。即个宣教师太厉害，到台湾较差不多5、6个月久若定，竟然会晓台语用《论语》。用孔子讲啥、明子讲啥来表达即内底物件。孔子你讲即句话是记载伫《中庸》啦，伊讲交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。简单讲就是即个国家的礼仪，若注重，咱就爱对上帝来献上即个服侍的敬拜。这是国家的事，若寺庙咧，寺庙就是爱对遮个祖先来献上祭祀。国家交社之礼就是国家的大事，爱伫这个祭典内底来服侍上帝。然后明子你讲的啥物话？虽有恶人斋戒沐浴，即可事上帝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人若有歹，就爱清气身；有拍拉衫，就爱洗清气，斋戒沐浴，爱家己禁食，爱家己洗清气，然后才会通来祭祀，对神明献上祭祀。简单讲，就拄拄像咱基督教咧讲着，咱就爱清气咱本身，求主洗清咱悔改认罪，咱才会通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服侍上帝，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咱逐摆敬拜时，咱拢会祈祷，师会祈祷会邀请咱，引带咱做伙做悔改认罪的祈祷。这就亲像遮你讲到的明子所讲的斋戒沐浴，就是爱甲咱身躯身垃圾的，甲伊洗好清气，然后才会通献上咱的敬拜。然后这你有感觉足深的无？我讲较久，我嘛感觉足深的。我若无亲自研究，我嘛感觉马介迄阵哪会遮厉害？会通伫加拿大受车遣到伫亚洲。了后，伊选择伫北台湾、伫淡水做工，踏伫台湾的土地较5、6个月久，就会通用遮尔深，伫华人的遮个思想内底，用台语甲学生来讲解。然后马介甲宽如讲，孔子安尼讲。明子安尼讲，你哪会讲你无读过？宽如就甲讲，有啦，我想讲，迄只是册意思若定，伊根本就毋知影内底讲啥物话。
甲咱读共款意思，看有字，毋知影意思是啥。伊讲我也知影是咧讲上帝。然后马介真巧，马介就甲讲，我来传的，就是恁祖先啊，这个孔子明子所讲着的这个上帝啦。我来传的就是这个上帝。通过安尼，伊开始甲宽儒有个人担当。啊，这宽儒吼真古锥，伊无法度判断这个马介是好也歹，伊搁倒转去找伊的老师，伊的汉学仔老师，甲问讲，啊你看，啊这个宗教是好也歹？伊的老师甲伊讲，你摕因的经典来互我看，我研究看卖咧。伊就倒转去甲马介讨，马介就讲，啊无你摕这个圣经摕转去看，就互伊迄阵会通读会着的。咱伫台语文内底所会通读到的，摕转去读。伊的老师真认真，读一礼拜了后，宽儒甲问讲：啊，你读了安怎？好也歹？是好的宗教，也是歹的宗教？伊的老师甲伊讲是好，是好的，毋是邪，是好的。所以，伊甲伊老师就伫教堂参与伫礼拜。开始进入学习这个真理，然后宽儒落尾手也信耶稣，然后做传道，伫马介的门下受教，一世人做传道到伫伊受主调。然后这咱真困难想象，一个宣教师袂晓讲台语，伊立志要去亚洲宣教，总是去到地，上帝带伊去台湾，伊对加拿大出发的时阵，抑阁毋知影台湾是伊要去的所在。去到厦门，遐个宣教师甲伊讲，你会当去佛摩萨，去佛摩萨看卖。伊就去南部对打到上花，高雄港上花，开始接触南部的宣教师李修牧师，开始引传马介思考宣教区。然后李修牧师有甲伊报北部无人宣教，无人做工，马介就立志要伫北部宣教。我讲到这，其他后礼拜较来讲。咱看到即个宣教师安怎样领受圣神的启示，用心、用精神来学习台湾话，学台语、讲台语，用台语来讲道。宣扬福音，为着主来做见证。使徒行传第2章第9节到11节内底所讲，逐款的作文，你会当甲伊改做荷兰人、客家人、平埔族，无论时代也加马兰，也是即个巴济、洪雅逐款作文，然后咱的原住民有。阿美族、泰雅族、布农族，有所有逐款的族群的语言，咱今日伫台湾就有够丰富，语言超过20-30款，遮尔济款的土腔。如果宣教师若要学，毋知爱学偌久。咱看到每一个文字不共款，即个所在无互咱看见一个人讲所有语言。是每一个人领受圣神的恩赐，讲起逐款的土腔，一人讲一款，斗起来变做一个群体，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咱就看见真要紧的，伫以西结书甲咱提醒，以西结书11章19节安尼讲：我要互因有合一的心。也要将新的神放伫因的内面，要将新的神、新的灵要放在他们的里面，是要让他们合一，有合一的心智。咱看到第2章后壁面，这阵门徒做伙伫遐，做伙服侍这阵人。彼得讲道了，逐个人做伙伫遐悔改认罪，然后真侪人信耶稣，过3天
合一的生活，成做初代教会真要紧的见证。各位兄弟，圣神降临节，咱伫今仔日21世纪的世代，咱着反省，咱敢有志意伫福音的圣工为着主来做工作？咱敢有志意来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、上帝的大事？咱敢有志意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咱真出力，亲像宣教师共款，学习对方的语言，学习对方的文化，学习对方因的习惯，为着要甲因交换意见，为着要甲因讲起耶稣基督救恩，分享上帝的祝福伫因的生命。咱看见伫即个疫情困难的时代，咱真困难，人甲人直接直接，好加在无法度面见面的讲话，抑阁会当通过电话、通过线顶逐款的沟通的模式，会通甲你会晓语言。我知影咱长辈真侪人会晓日文，你会当用日文甲会晓讲日文的人来传福音。少年人真侪人英语讲真好，法语嘛会晓讲，安尼就会当对英语甲法语的作文来传福音。有的人台语讲真好，抑阁有真侪讲台语的作文，也是讲福建话，因毋捌耶稣会通来甲因帮助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伫21世纪普世正教会继续领受圣神降临的祝福，充满伫咱中间，领受圣神所赏赐的恩赐才能，为着要互咱伫耶路撒冷、变犹大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为着主来做见证，宣扬耶稣基督国活福音的信息。同心祈祷，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做伙三甲组织敬拜。虽然阮有困难伫教堂做伙组织，总是阮犹原伫线顶，成做教会信仰的群体，继续来敬拜。恳求你施恩赐福，甲阮三甲伫地，赏赐阮圣神充满的气力，互阮有三听的心智，互众人看见阮的三听。就知阮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亲像初代教会信徒共阮，愿意悔改认罪，求圣神赦免阮，帮助阮，清起阮的生命，互阮会通讲起上帝奇妙伟大的作为，伫阮的生命，伫阮的教会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。伫阮的家族，伫即个世代，上帝奇妙作为，要成做见证，互世间人看见，就来认捌主耶稣基督，成做因生命的救主，即个世界的主，历史的主。恳求你施恩赐福，赏赐阮众人有气力、有才能、恩赐，互教会得到兴旺，福音得到宣扬。帮助伫即个世代苦难的世代，有缘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，通过伊的国活，带来互阮有盼望，看见头前有光，继续向前行。基督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